我哋根據易經天運精心製作咗12生肖開運色穿搭指南，以下用1分鐘嘅時間話俾你知。趕緊按讚收藏，轉發給身邊人。生肖龍和蛇，開運色係乳白、米白，幸運單品是頸鏈，有助於提升貴人運與個人魅力。生肖羊和猴的開運色是棕色、黃色，幸運單品方形銀包，契合招財能量，有助傳閱聚財。生肖中的牛和虎，開運色係淺棕色、橘色，幸運單品是皮革手袋，有助於化解職場壓力，催旺事業貴人。生肖屬兔的開運色係純白、冷白，幸運單品是手握，能增強人緣與親和力。生肖中的鼠，開運色係藍色、碧藍色，幸運單品是皮帶，吸納領導者氣場。而生肖馬，開運色係綠色、春綠色，幸運單品是購物袋，中和燥氣，提升直覺力的絕佳配搭。生肖豬和狗，開運色係紫色、粉紅色，幸運單品是塑膠質料背囊，增進感情，運與財富流動。生肖中的雞，開運色係灰色、黑色，幸運單品是黑色鋼筆，